成日都聽到啲嗰個街坊抱怨咧，自己住嗰間屋實在係太細啦，200厘尺咧，仲要住成4-5個人。但我身後呢度咧，總價70萬就可以令你住得上1000尺嘅單位啊！有冇興趣過嚟睇睇啊？嗰個街坊歡迎回家，呢度就係你屋企嘅1000尺豪宅啊！入門係第一間房，呢套單位咧係做咗南北對流雙露台嘅設計，出去呢個露台咧有成7米咁長，望出去嘅景觀咧就係無遮擋嘅湖景同埋別墅嘅景觀啊！住喺呢度咧真係好舒服啊！總價70萬就可以擁有啦，而且嘅話咧全屋係帶晒精裝修噶，北面嘅陽台望出去你嘅景觀亦都十分之開揚，望晒小區園林嘅景觀真係好靚啊！首期講緊都係俾幾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擁有，而且咧呢個屋苑咧仲要係珠海嘅龍頭國企華發集團打造噶，哇真係夠細有品質，而且落樓咧就有成熟嘅商業街同埋華潤萬家超市，日常嘅衣食住行咧解決晒之餘嘅話咧，屋苑咧仲會有直通巴士直接翻到香港嘅境內啊！你有興趣嘅話，下方留言我俾詳細資料你睇睇。